舒夫人，请。舒夫人，请稍等片刻，老奴先告退了。义父，今日不是说要见母亲大人吗？他人呢？不是你的母亲要见你，是我有话要问你。义父有事，直接传我便是，何必？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跟轩辕民暗中勾结！义父可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与王上从未有过暗中勾结，是吗？那为何我前脚派人带你离开宫，后脚他就从长渊赶过来找你？王上真的在府上？济水大典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他能抛下不管，跑到我的府上来找你？他说是知道了我请舒夫人过来，没有向他禀告，他气得骑着马就过来了，谁都劝不住，非要带你回去。你说说，你们俩这是难舍难分呢，还是另有隐情？义父，我是被打入翠凉殿的人，况且从未得过王上宠幸，怎么敢与他暗中勾结？你宇文子不过是一个由头，这小子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我。还记得吗？我送你入宫之前，我说你是天上的霸星，你当时是如何回答我的？我这条命都是国公您给的，有任何吩咐，只要国公您一句话。如今你是舒夫人了，当初说的话可还作数？雷霆雨露，只要义父您一句话，只要我能做的，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能为您分忧，是我的福分。是吗？那么今日，你的机会来了。自从轩辕民登基之后，我时时忍耐，处处体谅，但他却越发的荒唐任性，置万民生死于不顾，实在是愧对太原这片河山。那王位本该就是我的，扶持他做傀儡，可不是要养虎为患。如今，轩辕民已成为我心头之刺，不得不除。今日，他孤身一人跑到我这里，无异于自投罗网。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。轩辕民此刻应正在中庭饮茶休息，我要你去亲手杀了他，让为父看看你的忠孝之心。他死，保你后半生荣华富贵；否则，你宇文家替他去死。皇上，国公没为难你吧？
我专程从长阳赶过来，迎你回宫。皇上，宇文子不过是个长宁府的庶女，多得国公关照，才可以在这伺候着。今日本就是戴罪之身，怎得劳烦皇上亲自来见？寒衣节之事，另有隐情。贸然发你去翠凉殿，太委屈你了。既然贤夫人被害是另有其人，那此事也得查清楚。你平日行事乖巧，深得本王欢喜。无论犯有任何错误，今日便也一笔勾销。再有一盏茶的功夫，如果还不动手的话，就把他给我杀了。是。哼。多谢皇上。我的天哪！你把王上给杀了！岳父，我杀人了！岳父，我杀人了！我看看。哎呀，是一个将死的术士。哎，能死在你的手里也算是他的福气了。恒儿，多花点银两，好好安抚一下他的家人。啊，是。别怕，别怕，啊，为父在呢。不怕不怕啊！来来来，先坐下。你受惊了。听我说，一个小小的把戏，啊，但是你对为父的忠诚，为父看的可是清清楚楚啊。女儿没想到，女儿没想到，义父，你竟然如此不相信女儿。女儿今天有的一切，全都是义父给的。女儿，就算不是为了义父，单单为女儿自己，女儿也一定会听义父的话的。怕是正常的，不怕反倒不对了。我杀人了，我杀人了，我杀人了！你能替为父杀人，这份忠孝，为父心中已经了然了。听为父说，一会儿啊，我派人送你回宫，日子还好好的去过啊，剩下的交给为父。但是你要记着，你的荣华富贵别人给不了，你的生死也没人会在意，为父可以罩着你。回去之后，好好的做你的夫人，荣华富贵是少不了的。为父日后还有重托。女儿记住了。
是你，真的是你。